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请咱闭目心，三角来敬拜上帝。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又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咱来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113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我唯一的倚靠，所幸无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捌受苦痛，阮一切挂虑，求你来透放，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113首。
咱犹原徛伫用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信息的头前第13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伊粒岛林内受苦，顶是第4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咱三角来交托启应文第61。启应文第61，伫咧后壁1111页，显着咱来三角来启应。恁遮个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结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包括恁遮的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离开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和平的人拢会当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看顾甲扶持，予阮安然过了一礼拜。阮的心要懊恼你，因为你是至大至尊，应该受懊恼的。受你管教的人是有福气的。阮时常掠十支做大，心内侪侪忧闷甲侪侪疑问。求主，予阮有一粒安静的心。心中常常将你放伫咧上重要的所在，日日思考你的教示。阮对即个世界所发生的天灾人祸无办法为力，但是阮相信，上帝予一切的代志来发生，有你美好的旨意。阮接受阮无法改变的一切，阮尽量改变阮会使改变的事。持守来祈祷。阮用信心仰望主，伫咧混乱中持守信仰，伫咧危难中坚定仰望。求主也亲自安慰华怜
讲互乡受灾的同胞，互因的心灵得到安慰，也为着今仔日袂当来教会敬拜你的兄弟，求你甲因同在，坚固因的信心。阮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来献诗，因今日要献的是圣诗第519首，为即块土地，阮诚心祈祷。Amen.
咱真感谢信歌队用4个歌声来带咱做敬拜。咱三甲来享受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记载伫个旧约出埃及记第19章第1节到第9节，和合本是91页到92页，汉语本是79页，现在中文版是93页。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了后，第3月拄迄日，因就到西奈的旷野。因离开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伫旷野扎营。以色列人就伫迄个山的头前扎营。摩西上到上帝遐，耶和华对山里叫伊讲：“你着安尼甲雅各的家讲，通知以色列人知，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恁拢看去。搁看去我怎样亲像鹰鸟的食陪恁，带恁来归伫我。”第5节，当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伫列国中，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因为全地拢是我的。恁要归伫我，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百姓。这个话是你所着甲以色列人讲的。第7节，摩西来调集百姓中间的长老，将耶和华所吩咐伊的话，拢排列伫因的面前。百姓拢同声应讲：“既然耶和华所讲的，阮拢要遵从。”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甲摩西讲：“看，我要伫密云的中间临到你，互百姓听见我甲你伫讲，通永远信你。”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从伊的话的人。咱今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予咱的信息是上帝的诫命，请牧师。落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伫早起开始，落非常大的雨。我想咱今仔日咱在座的兄弟，拢真正是表现出风雨无阻。但是咱嘛要体贴着，才会因为落大雨，也是讲天气变化，身体欠安遮的兄弟，咱嘛要体贴因，因无办法伫咱的中间，所以伫咱礼拜中间，咱爱持续为着遮的肉体软者心中欠平安，也是讲因为大雨天、风台天，即个行动不便，无办法来到咱中间做礼拜，遮的兄弟，咱爱迫切也为因来代祷。当然，咱也看起讲，伫花莲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只要有天灾，就发生非常大的灾害。但是伫过去这几天，这2天，咱也看到新闻中间，咱知影高雄市、高雄县，尤其高雄市以往嘛是污染真侪的所在。以前高雄，咱一坐火车去，也一开火车去，迄个空气咱就闻会出来。但是，咱发现讲这几冬以来，这个真正改变啊真侪。所以咱心中嘛爱下调，嘛爱有仰望伫个。咱知影上帝迄掌管一切。当然，咱知影即马花莲的天灾，这是过去这半世纪以来，咱知影早期有啥物？即个沙石台泥伫遐造成非常大的自然的损伤，过来咧大理石产业，当然伫经济发展了后，即马渐渐遮的产业也无够亲像以前制造花莲真侪天然的破坏、大自然的破坏，但是以往
已经造成的迫害，这真正需要咱即个台湾人透过咱有智慧来选择咱地方的掌管者甲民意代表，来将过去造成遮的自然的损伤，爱靠着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来改善花莲的环境，安尼才是真正会当改变花莲、改变台湾的方法。所以也求上帝授予智慧，互遮的掌管者，也授予智慧，互咱所有的台湾人民，咱会当伫咱每一遍做选择的中间，咱思考咱的上帝、天顶的神是怎样爱咱、治理好咱即块土地。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大声，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愿迫切恳求你，保守看顾，伫即边风台所带来的大雨水的中间，伫保守花莲，互花莲虽然讲会面对着灾害的威胁，但是主啊，你将你的圣神赐予遮的花莲的人民，互因会当得到信心勇气，佮对未来有满满的愿望。伫灾害了后的中建，也是伫避办遮的大雨所可能造成的损伤，主啊，求主你保守看顾花莲，也保守花莲的人民，帮助因，看顾因，互因会当免除大自然灾害的惊吓，也互因会当伫台湾人彼此扶持的行动的中间，看起上帝你掌管一切，看见你收拾即片土地是原本是真美好的美丽岛屿。主啊，阮也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的中间，阮迫切恳求你圣神甲阮同在，帮助阮，互阮会当对伫你的话，就是圣经所记载的话，透过宣讲的人的嘴，你也帮助阮亲自会当听见你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讲话。主啊，阮恳求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白白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讲到法律，实际上落算伫21世纪的今仔日，不只是台湾，世界真侪所在，犹原有真侪的法律条文，是咱一般的人，也是咱外人真学伫了解的法律条文。亲像伫阿拉斯加遐有真侪即个黑熊，甲甚至北边挖近北极的所在有北极熊。伫阿拉斯加有一条法文是讲，若将即个黑熊会甲伊叉醒，你去搅扰黑熊，咱知影真侪野兽拢有冬眠，所以野兽迄困。无拄拄是干那，即个一天的迄个每一天有一个休困的时间，对伫冬天来讲，这是非常重要。因保存因的体力，因也透过冬眠来过冬。所以阿拉斯加法律禁止将迄困的熊来甲伊叉醒，这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是犯法哦！你若甲迄困的熊甲伊叉起，甲伊叉起来，这是犯法。然后伫美国的
爱达荷州，这法律也真奇怪，讲吼，你若送人吼超过50磅的巧克力，吼，这是犯法的。当然，咱会当想象啦吼，50磅的巧克力是偌济？20公斤啦吼，差不多接近20公斤。20公斤的巧克力是偌济？迄是这看即个相片，你就知影讲吼。巧克力一袋两袋食起来真好食。你若一时中间有遐尼侪巧克力，这真正是，互你看到巧克力，就完全没有食欲。当然，即个法文，即个法条，当然你会感觉为虾米要立法？当然这有伊的，伊的迄个逻辑伫的。但是咱外人，咱无了解爱美国。爱达荷州的历史，咱会感觉讲奇怪。我要送人啥物，政府阁要管哦？我送人物件送这，这敢是犯法？这哪会是犯法？但是都是犯法。美国的康乃狄克州，有一条法律的规定，讲你若倒立行走过马路，这是明文规定。是犯法的行为。当然咱会当想象啦，咱要过斑马线，当然要用行的啦。你若用倒立行走，这可能有伊的什么因素，所以立法，明定，倒立过马路是违法的行为。这表示什么？每一条法文，这个法律的条文的规定，拢有伊定这个法律的原因。对无？咱有时阵，咱干那看到法律条文，咱无去了解为虾米立法要立这条法律，你会傻无？为虾米？甚至你会感觉足奇怪。所以咱看到法律的条文，有时阵咱袂当干那看一条条文安尼规定，然后咧，你就讲这管遐济，政府管遐济。也是讲，即条法律无意义。当咱入去即个法律规定，当时为虾米爱立即条法律？然后咧，即条法律为虾米是规定即项事？咱爱入去即个法文的为虾米立法的原因，去起源来了解即个法律的条文。亲像讲，有时阵有一寡人会真无爱读旧约的时阵，读到遮尔多即个律法，会感觉讲这旧约律法，这是互人跋倒、甲人定罪。但是，这就是为虾米咱今仔日基督教会旧约、新约爱做伙读，然后咱读旧约，即个旧约头前的5本册内底有真侪即个法规，咱嘛袂讲，读经的时阵爱跳过人过，咱也是拢爱做伙来读，所以。10条诫，出埃及记中间的10条诫，敢真正就亲像少数的人讲，这是不合时宜、不切实际，这是律法，这是互人袂当得到自由，这是古代的物件，甲咱即马无关系，敢真正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就对出埃及记19章开始读，咱来探讨上帝的这10条诫，甚至咱会当扩大上帝的概念，到底有对咱21世纪的基督徒有啥物信仰的意义？搁来，圣经内底有遮个上帝的概念。咱要怎样伫咱现代的生活中间，咱会当来实际运用？
落去遐这，每一年的10月最后一个主日，也是讲较明确的10月31，这是咱基督教会每一冬拢会纪念庆祝的宗教改革的纪念日，10月31，哦，10月31，哦。10月31，以前台湾嘛是迄个国定假日嘛，吼，即马无啊，但是对咱教会来讲，10月31的重要性是欧洲对伫德国马丁路德开始来推动正式公开来推动宗教改革，就是500多年前伫德国开始。迄是10月31号。好，超过500年前，伫德国开始的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口号就是因信称义。然后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咱基督徒互上帝称作义，毋是干那透过行律法。咱是因为相信，咱的信心，互上帝看咱做义人。不过，就算是安尼，到伫今仔日，其实咱也有时阵会听见，也是看到，也是拄着，有一寡基督徒会认为讲灵魂的得救是靠着遵守上帝10条诫，是靠着实践上帝的诫命，就会当得救。就是讲，将人敢会当得救，甲即个人敢会当做好事画上等号。当然，咱心中有可能嘛会想。这敢有啥物毋对？做好事，通讲好人有好报，甚至有诶圣经经节，你若无看头前后壁，咱干那看即个经节，敢毋是圣经也是安尼讲？亲像讲，咱若有咱熟悉诶基督徒，也是咱熟悉诶基督徒诶亲人。过身了后，有时阵咱会听见安慰人是讲伊是好人，所以上帝接伊去天堂，伫遐享受有上帝的同在，这拢对。但是咱真正爱转来思考，因信称义到底是啥物意思？咱毋是要来争论讲。到底过身的人是敢是已经去天堂？咱毋是要讲这个，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咱也靠着信心，咱也相信基督徒受上帝的呼召，所以在世的日子了后。上帝接纳基督徒到伫天顶，但是对咱本身来讲，对咱家己、对咱活地的人来讲，咱伫世间，敢是靠着做好事，就会当交换着死了后去天堂。这个表示啥物？咱的心态。咱的态度，咱有时阵游览的时阵，坐游览车参加旅行团伫台湾国内去旅游。当然，你若参加旅行团，也是咱的在地的里办公室办的利民旅游，有时阵咱对得起。游览车真爱做啥物？
到伫有庙的所在，就停伫遐，然后咧，大家去便所，若拜拜的人、传统信仰的人，落去庙里顺续拜一个。咱基督徒，咱也拢会嘛是去便所一个。有时阵咱会看到啥物庙的大条顶面，拢是人名啦，庙的大条顶面拢人名，迄表示啥物？这是起庙的时阵有捐钱，所以咧顶面就名来纪念。咱有时阵会听到讲，有的人都有迄款想法，我捐钱捐有济，所以咧神明保庇，神明保庇我做生意赚大钱。这个心态敢就是有小可走精啊，这心态就走精啊，捐钱，然后咧神明有保庇，这是这就高换的心态，态度就走精。咱讲态度决定命运，为什么？因为真有可能捐钱捐济，但是做生意无拄拄，生意要趁钱，有时阵嘛毋是咱会当控制的。国际局势、关税影响，过来咧大环境天灾、风台天落大雨，难免会拄着无顺利。咱若是用迄款心态，捐大钱，神明有大保庇，安尼真容易就是咱会失望，甚至会因为安尼，煞变做以前大家乐求名牌去拜拜，然后咧，若签了后讲句，有迄罗麻就去将迄个公庙的迄个神像，甲伊摕出来，其他用叉刀甲伊噗的。去变做有迄款奇怪的行为，所以咱基督信仰绝对毋是安尼，咱基督信仰绝对毋是安尼。咱讲的是啥物？咱对待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命令，咱是用啥物态度来遵行？绝对毋是讲我听你的话，你就爱甲我保庇，即款用交换的心态。因为咱相信上帝收拾咱一切，上帝也拢有伊的意思。所以有讲举一个例嘛，注射用一支针插入去咱的肉内底，注射会痛，但是医生护士甲咱注射，敢是要伤害咱？毋是嘛？迄是一个过程。注射一定爱将注射的针插入去咱的肉内底。咱敢会当因为医生啊、护士甲咱注射这针插入去，你着讲即个医生护士迄害我？毋是，因为注射甲咱注药啊落去咱的身躯内底，是要互咱破病得到医好。咱用即个例来看，上帝敢毋是嘛安尼？所以上帝有时阵互咱拄着困难挑战，甚至有时阵互咱遭有灾难，但是都有类似注射同款。其实上帝有伊好的意思，只是讲咱伫迄个时阵。亲像注射针插落去，哇，有够痛，咱感受袂到，咱也毋知。但是时间一久，咱就看会出来。亲像注射了后，药啊会功效出来，咱病得到医好。同款，咱行过真侪恶当当的事，咱行过，咱靠着信心行过了后，咱的信仰。体验搁较深，咱信心搁较坚固，咱也伫凡事中间拢学着真多。
的经验，这拢真做咱生活中间正面的意义。但是对伫咱基督信仰、因信称义，啥物叫做义？啥物叫做义？咱中学的时阵拢袂过，啥物叫做义？义是什么？合宜，对不对？合宜的行为，合宜。那讲到咱人甲上帝，啥物叫做义？关系嘛。咱甲上帝的关系怎样？上帝做咱天顶的爸，咱正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也是咱用旧约的观点来看，上帝是咱的主宰，咱是上帝的百姓，这拢讲到关系。义就是好的关系，合宜的关系。所以，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经文19章一开始所讲的，伫出埃及记19章的第5节，上帝命令讲：当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伫列国中恁做我家己的宝贝，因为全地拢是我的。伫上帝命令以前，伫上帝交托伊的诫命以前，上帝大先爱互以色列百姓知影啥物？上帝讲啥物？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恁拢看见，佮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的翅陪恁。带恁来归伫我，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恁拢看见。然后，上帝佮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上帝大先透过伊拯救的行动，甲伊的百姓建立关系。上帝大先讲：我甲恁已经有即个关系啊。所以恁就爱听从我。上帝大先甲百姓建立关系，上帝才将伊的诫命交托互因。所以伫咱基督信仰中间，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大先伫上帝对咱的要求，所以有时阵咱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咱引带人来信主，有时阵咱也爱等待上帝，互咱有时机。咱在座，有亲人，毋是基督徒的，咱在座也有。咱的家庭，甚至咱的家庭中间有非基督徒，有时阵咱莫急，因为上帝会用伊的方式来甲伊爱咱引带来信主的咱的朋友、亲情、厝边，遮的人，上帝会亲自来做工。互因感受到上帝的疼痛，互因感受到即个因所渴慕的关系，然后咧，咱传福音的功效就会一拍即合。有时阵就需要即款亲像以色列百姓，当上帝甲因提醒，我怎样对待恁？以色列百姓就突然中间真深来感受到，上帝就是即个遮尔疼我的上帝。有时阵咱嘛莫，一时中间传福音无功效，咱就灰心丧志。上帝有伊的时间点，上帝也有伊的方式来做出咱人所做袂到。
所以上帝是先甲百姓建立关系，才将伊的要求交托互因。不过，咱若看到新约使徒行传甲保罗所写的批，咱知影初代教会就有一寡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因是要求外邦人也是爱同款接受割礼，并且爱守犹太教的律法，才会当变成上帝的百姓。因伫遐传即款的教导，但是保罗就甲初代教会的遮个基督徒讲，伊透过伊甲主耶稣三拄的经验，透过伊上帝陪伴伊对细汉就大声学真多的犹太律法，对伫即款的体验，使徒保罗甲因讲人会当进入上帝的国度，成做上帝的百姓，是全部拢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面成全的救恩。上帝的圣囝耶稣代替世间人顶十字架，所以人甲上帝本来离开远远，甚至人的本性真容易来做歹，但是主耶稣圣囝耶稣家己替咱来受即个犯错的罪，所以咱伫上帝的面前拢是白纸共款，清清白白。所以圣囝耶稣替咱伫天父的面前，将咱甲天父上帝来牵做伙，咱忠心成做天父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咱关系重新得到建立。所以保罗强调，一个人会当成做天父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毋是靠咱人家己做的功德，是大圣耶稣圣囝耶稣，就替咱的罪性来洗清啊。关系已经建立，所以咱每一个人，其实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但是咱面对着亲情的经验，咱也知影，咱细汉的时阵可能毋捌代志，咱会甲咱的爸母是大人，有时阵有着小代志，关系无好一段时间。甲老爸老母可能一段时间袂讲话，拢可能咱细汉毋知代志的时阵，咱会安尼做。甚至咱细汉的时阵，青春期的时阵，咱的是大人管教。有时阵咱会去找咱的同学好朋友讲我爸怎么这样子啊？我爸都不知道，他真的是怎么样这样？咱细汉的时阵。毋捌代志的时阵，加减拢会安尼。同款的，世间人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但是，就是毋知的时阵，咱会自以为是，咱无愿意主动去亲近上帝，咱会。家己认为好的，咱就去做，结果凄惨落魄，犯错多。但是咱爱知影，每一个人，主耶稣拢为着咱每一个人顶十字架，互咱有即个机会，通重新军队天父。
重新来享受到天父的疼，这叫做因信称义。咱只要相信，咱只要愿意来公开承认咱即个上帝所疼囝儿查某囝的身份，咱就成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这也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伫以弗所书2章8节9节，伊安尼甲咱教。保罗安尼讲，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是对神，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授赐。毋是出自所行，免得人夸口。咱毋是用咱所做的功德，毋是因为咱家己的功劳，咱成做基督徒，是完完全全是上帝大声疼咱，因为咱即个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的身份，伊已经授赐互咱啦。这就在伫咱家己对打了后，咱要怎样来行，怎样来回应上帝的疼。所以咱就知影，上帝诫命的目的是啥物？上帝诫命的目的是啥物？所以上帝的诫命的目的，既然上帝的诫命、上帝的10条诫，毋是通向上帝国度的捷径。律法本身毋是捷径，律法的本身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第5节。出埃及19章第5节，上帝安尼讲：当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伫列国中，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因为全地拢是我的。这是啥物意思？既然咱讲毋是交换条件，毋是交换，你安尼做，你就会当交换着我的疼。这叫做啥物？咱的信用不是情绪勒索，不是情绪勒索。情绪勒索是什么？这个小女生跟她的小男朋友说：“你送我一只 iPhone 17，然后呢，我就爱你死心塌地。”这叫做小女朋友的情绪勒索。你如果不送我iPhone 17，我就不理你了。上帝哪有可能是安尼？上帝不是安尼啦。上帝不是爱咱讲，你做愈多，我就愈疼你。不是，上帝不是那种小男女朋友用情绪勒索的方法来勒索爱情。那时候勒索不是，不是，没错。上帝应允要束缚和遵行伊命令的人，但是圣囝耶稣也甲咱讲：若有人愿意跟对我，就爱放下家己，日日派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派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咱听从上帝的话。咱遵行上帝的命令，毋是掠掉一个利益交换的心态，绝对毋是安尼，绝对毋是安尼。就算讲咱的社会，咱是公利社会，你给我多少，我就要我才会给你多少。我既然想要从你这边得到，安尼，我就要对你做什么事情。这叫做功利主义，毋是安尼。咱也袂当讲阮的神较高，恁的神无效，咱用这款心态来做比较，毋是。
有什么性价比啊？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些拢唔是咱基督徒信用的本质。上帝甲咱的关系，唔是用公理作为标准。上帝手续真正的福气，是咱有伊的平安，是伊的平安临到咱，佮临到咱所徛起的所在。上帝手续真正的福气，是众人拢会当活伫听甲公义的中间。众人拢会当因为咱来得到福气，这也是阿伯拉罕的祝福。上重要就是地上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咱得到上大的福气，毋是我好别人歹。那我好别人歹，这有时阵咱反倒转会感觉讲，有罪恶感的。毋是真正的好，真正的手续是大家拢好，甚至咱四周围的人好起来了后，虽然讲我无拄拄遐好，但是我看到别人好，我也因为安尼来感谢上帝。你听这，遵守上帝的诫命，照上帝的命令来行。无一定保证咱人会当大富大贵，这毋是大富大贵的保证。但是咱的信用，互咱会当确信的就是，咱若照着上帝的命令来行，咱真做一个尊崇上帝的话的基督徒，咱一定比遐个随便做代志，遐个无节制的人，搁较会当活出生命的丰富甲欢喜。所以咱伫信仰的中间，咱渐渐会当学习到知足，咱渐渐会当学习到，我真正爱追求的是啥物？你着看将足侪代志。看真正无重要啊！以前你可能感觉一项世俗的物件，你一世人去追求，但是信仰互咱学习到，上宝贝的是啥物？是上帝的疼，是上帝的疼，是上帝互咱有迄款咱讲袂出的平安。互咱面对着困难，咱有迄款奇妙的平安伫咱的中间，这就是真正生命的丰盛，真正的欢喜。所以几若遍拢咧提醒，应跟上帝，因为上帝来欢喜，这是咱的信仰的一个上重要的部分，应跟上帝，因为上帝来欢喜。所以无论咱伫社会中间做倒一个位置，咱爱思考要怎样应跟上帝，然后咱也爱学习思考怎样因为上帝来欢喜。所以圣经内底，我昨搁伫媒体听到即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咱圣经使徒行传内底的一个金句。但是呢，台湾的不教徒，迄个花莲慈济，因竟然即个嘛用即个标语施比受更为有福。当然，咱也感谢上帝，伊的话感动了台湾其他宗教的人。但是咱真做基督徒，咱搁较爱思考，啥物是应跟上帝，要怎样因为上帝来欢喜。
所以咱爱特别警戒咱家己。人得着称义，基督徒称义是因信来称义，毋是靠行为来称义。这无代表咱会当规工伫遐佚佗、吃喝玩乐，照家己的意思随便来行，毋是。因为耶稣甲咱讲，圣经耶稣甲咱讲，伫马太福音5章17节，耶稣讲：恁莫当作我来是要将废除律法甲先知，我来毋是要废除，我是要成全。落去遐这，伫天父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诫命，伫10条诫顶面，耶稣要成全什么？咱会当讲10条诫是行向听的路径，因为上帝要表示伊对世间人会听，所以伊守护咱伊的诫命。互伊的百姓，就是你甲我，会当有所遵循，会当遵循上帝的命令，照着上帝的命令，咱会当活出一个更较完全、更较自由、更较有平安的生命。咱在座应该若工作过，咱拢知影，咱做人的部下，咱上惊的是啥物？我们的上司没有原则，要做什么不讲清楚，然后你还去诱你，猜测上司在想什么，然后嘞，做什么都错，你会感觉做什么都错。啊，你的上司若甲你讲，你这个短期时间3个月内你要做到1、2、3、4，然后今年之内你要做1、2、3、4、5。在未来的3年有短期计划，未来的10年有长期计划。啊，你做人的部下，你敢会感觉讲，这样子我就知道我该做什么。我想咱拢望讲，别人交代你一个任务，互你知影你爱做1、2、3、4。上帝就是安尼听咱啦。上帝就是安尼听咱啊！虽然讲伊有伊的要求，但是伊体贴着以色列百姓，初初得到自由，毋知影爱安怎做，可能毋是真正知影上帝爱啥物，所以上帝交托律法，互以色列百姓，互因知影讲。1、2、3、4，这就是上帝的要求。所以讲，上帝的诫命背后的动机就是听，亲像一个照顾部属的上司，伊为着互伊的部下好做事，一定会定出爱做的代志，就是1、2、3、4，然后我的计划伫短期、中期1、2、3、4。啊，你袂当因为安尼就讲啊，这个上司要求一大堆，毋是，人背后是互咱好做代志。更较重要的，咱转来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诫命，尤其是10条诫，就是要互咱看到。听怎样伫咱生活中间来显现，所以10条诫的前半讲的是啥物？上帝甲咱的关系。10条诫的后半部分讲的是啥物？人彼此中间的关系。这再一次的复习。10条诫，咱显着10条诫。头前所讲的。就是上帝甲人的关系，咱要怎样来回应上帝的听？然后后半段所讲的，就是咱人甲人要安怎日常待人接物中间
咱表现出疼别人亲像家己。所以总共来讲，这就是耶稣提醒咱的律法第一条，诫命的第一条，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的上帝，人甲上帝的关系。然后咧，第二条，第二项也三亲像是讲啥物？疼厝边亲像家己。厝边的意思是咱四周围的人，无论亲人、朋友，也是真正的厝边同事，也是咱的即个会拄着的人。所以，上帝律法就是疼。上帝也体贴咱，互伊的百姓会当有遵守1、2、3、4，所以会写真具体，这是帮助咱。但是咱知影法律条文拢受限制伫伊的环境背景，所以美国你看阿拉斯加的律法条文，咱台湾人可能会感觉甲咱无关系。不过咱若知影每一个条文背后的意义，亲像上帝的诫命，总共就是一个字：疼。疼上帝，人甲上帝的关系，然后彼此相疼，咱人甲咱四周围的人的关系。上帝的诫命就是疼，所以上帝的诫命10条诫，具体互咱会当有一个会当遵守的物件，有一个会当了解的基础，帮助咱会当搁较亲近上帝，会当尊上帝做大，会当知影咱爱怎样做来敬拜伊，来甲伊建立亲密的关系。上帝的诫命也是互咱甲咱四周围的人，无论是熟悉无熟悉，是亲近也是无亲近，咱拢会当彼此用疼相款待。所以咱知影圣囝耶稣为着疼世间人，伫十字架顶面成全了天父上帝对全人类的救恩，修补了咱人甲上帝的关系，互咱会当用全新的眼界来看待上帝的诫命。所以用这个疼的角度来看，上帝的诫命是帮助咱，互咱会当得到疼的动力，佮帮助咱会当活出佮较完全、佮较自由的生命。所以愿咱拢会当，无论对着什么代志，拢会当对着上帝的话来找到生活的勇气甲信心。咱做伙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伫圣经的中间，搁一遍提醒阮，就是伫阮还未认捌你以前，你就大声疼阮；伫阮还未成熟，知影实践你的话以前，你就大声将阮甲你的关系重新来建立，互阮成做你的囝儿查某囝，互阮活伫你的疼的中间。所以主啊，阮搁一遍得到提醒，就是你爱阮所做的，就是疼，就是爱全心全性全意来疼你，搁爱疼别人亲像家己。主啊，但是阮知，阮是软正的，阮是无完全的，阮的信仰也有真侪无成熟的所在。
有时阵阮知影，但是阮无拄拄做会出来。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扶持阮、带领阮，伫万事的中间，你互阮得到学习。你也大声用你无限听的气力来改变阮每一个人，改变阮家己，也改变阮身躯边的人，互阮会当伫生活的中间，主啊，你互阮建立甲你搁较亲近的关系，也搁会当甲阮四周的人用听来相款待。主啊，阮感谢你，你常常安尼提醒阮，你也帮助阮会当看到阮家己的不足，愿恳求你你的圣神会当充满阮，帮助阮，也会当改变阮，互阮生活得到满满的动力，来实践你的话。主啊，恳求主你固守、带领、甲帮助。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咱来应答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第37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永远要缀我主。愿你常常敬我主至好朋友。救主若踮我心内，甲歹交战稳赢。救主带我来正前，正路稳当会行。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373首。主
济。下面咱要来奉献，请民意长老甲民兵执事来施献。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报告事项，咱原定后礼拜要举行圣餐，即摆延到11月23，港运主日来举行。第二，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的读经聚会，采用新眼光的来读经，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咱即礼拜要查的是马太福音第18章第90到14节，上帝眼中的义人。第三就是最近流行性感冒甲新冠肺炎严重，咱爱做好个人的防疫，也建议有感冒也是咧讲咧差的兄弟，咱着爱聚会时阵着爱戴口罩。第四，若需要牧师探访，也是安排家庭教会的兄弟，请向牧师也是中职来报名，以利安排。第五就是后礼拜10月26是宗教交结纪念主日，咱的经文、题目、启应甲圣经经句，拢咱家己来看。咱来看聚会活动，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歌队的练唱是礼拜日的上午8点45，礼拜五的暗时有新眼光的查经7点半，每个月头一个礼拜有插花班是上午的10点。咱来看圣工的事项，即礼拜会交代是宴庆祭甲罗长老，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宴庆祭。后礼拜的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民兵执事，书琴是牧师娘，书献是于洋，领唱是于洋，书献是我本人甲于洋。交代是邦师兄甲春英姐，插花是梁长老，清扫是民意长老。咱来看本周的金句。台语我读一解来读2解。当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伫列国中，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因为全地拢是我的。请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话，就是列国中，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因为全地拢是我的。当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伫列国中，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因为全地拢是我的。如今你们若听从我，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出埃及第19章5节。下面，请咱互相来请安，拱手请安。咱来要来吟上吟的圣诗398首，398首，愿咱救主基督耶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咱起立来吟。咱伫生活中间，咱就要照着上帝的诫命，咱专心、专情、专意来听咱的上帝。咱也爱伫甲咱四周围人待人接物的中间，咱互上帝一听，通大大显明。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永远变照恁，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